秀林乡公所于112年11月29号于花莲县客家文化馆演艺厅办理112年太鲁阁族歌谣暨合唱比赛。秀林乡长王玫瑰邀请原行处处长独孤撒运、代表会主席骆彦霖及各区代表各村村长，皆一同共襄盛举。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除了要守住传统、守住文化之外，我们也能够往前进步，跟得上世界的潮流。这个原住民才能在世界生根。每次参加，只要跟太鲁阁族有相关的活动，我都很感动。我刚刚从上面走下来，看到现场小朋友穿的服装，跟今天的歌谣，这就是我们秀林乡公所一直在推的文化。学习不会忘记。有句话说生根，如何生根？我想这个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如果今天只有公所，我想非常多的工作实在没有办法做。不能让文化的推动沦为口号。我想这是今天玫瑰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本次竞赛活动共分为幼儿齐唱组、清唱国小个人组、团体合唱组，其中团体合唱组又分国小组及长青组分组竞赛。以上报名队数总计24队，参赛人数高达267人。本所为鼓励原住民族长者参与娱乐休闲活动，增进长者的社会参与，特别邀请本乡文化健康站及相关老人关怀据点的长者作为参赛对象。希望借由本次太鲁阁族歌谣暨合唱比赛，借以提升本乡太鲁阁族学生及部落族人学习传颂本族歌谣以及学习族语的兴趣，进而永续发扬太鲁阁族先祖的文化。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